係陳子瑩加星夢一嘅 Rock 誰明浪子心。Rock 何俊樂，星夢傳奇第一季嘅爆發型唱將，擁有英國專業藥劑師資格，為追逐音樂夢想放棄高薪職業，係實力與熱血兼備嘅年青追夢代表。我覺得佢嘅性格同我都有啲相似嘅，好多嘢都比較小心，喺唱歌入邊咧係冇乜距離感嘅。我都覺得自己同阿 Rock 係有啲似嘅，因為我喺台下面咧，啲人會覺得好似宅女啊，唔係好敢講嘢啊咁樣啦。但係上到台咧，就好似上咗身咁樣樣啦。我 feel 到佢有時喺我面前係表達得好似好冇自信，但係佢一企上台，佢就都有一種光芒喺度，佢就可以拎到佢份自信出嚟，就好似佢對音樂嘅熱誠。咁我覺得佢俾到好多意見我啦，同埋今次我有新嘗試啊嘛，我覺得評判係會見到一個眼前一亮嘅阿 Rock 同埋子瑩嘅。下一組出場嘅係陳子瑩加星夢一嘅 Rock 誰明浪子心。可找到知己也會孤獨，偏偏我永沒有遇上。問我一雙足印的風霜，怎可結束？可以愛的話不退縮，好想知的心哪怕追逐。可惜每次遇上熱愛，沒法使我感覺我終於遇上幸福。你說愛我等於要把我捕捉，實在沒法擔起這一種愛。在這夜我又再度漂泊，你的痴情請勿繼續，請你收起一切，相信這晚是結局。聽說太理想的戀愛總不可接觸，我卻那麼千山走遍，亦要設法去捕捉。聽說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觸，我在自身寂寞路途，在哪裏會有幸福？去捕捉，聽說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去接觸，我在自身寂寞路途，在哪裏會有幸福？你說你愛等於要把我捕捉，實在沒法擔起這一種愛。在這夜我又再度漂泊，你的痴情請勿繼續，請你收起一切，相信這晚是結局。聽說太理想的戀愛總不可接觸，我卻那麼千山走遍，亦要設法去捕捉。聽說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觸，我在自身寂寞路途，在哪裏會有幸福？聽說太理想的戀愛總不可接觸，我卻那麼
受騙，亦要設法去捕捉。聽說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觸，我在置身寂寞路途，在哪裏會有幸福？子瑩 ，Rock 你好，多謝你嚇。我哋首先啊，我聽到啲觀眾朋友，你哋一唱就哇咁啊！首先要多謝隊 band， 哇，係啊，真係。同埋我哋嘅 band members， 哇，精彩啊！佢將佢哋嗰啲鼓啊成咧，將你兩個人踢咗出街咁，好似喺條街度咧，突然間佢哋兩個喺度 jam 歌咁樣。但係你即係嗰啲和音啊，各樣嘢，同埋嗰隊 rap 又係咩一回事咧？個 rap 咧其實係一個新嘗試嚟，希望突破咯。即係力量型，跟住又 rap 希望希望 Rock 今次同阿子瑩合唱呢隻歌係邊個揀嘅？都算係一齊揀嘅。佢話我揀咩歌佢都會陪我唱㗎。不過我聽到佢佢另一首歌咧就比較柔情，咁啊不如揀一首突破啲嘅，等大家可以見到多面啲嘅 Angie 係咯。係。咁咧其實咧，你哋兩個個樣都斯文。咁啊，今次突破咧，睇下得到幾多分好嘛？睇睇。我咁睇喎。哇！好，肥媽，好高興睇到阿子瑩咧，唔係淨係唱比較慢嘅歌啊，唔係淨係感情啊，佢有個力量型嘅嘢出到嚟嘅，仲要着晒好脾氣啊，咁啊，着晒皮褸啊，同埋我好 surprise 阿子瑩可以 rap 嘅。咁啊，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嘗試嚟嘅。其實做我哋嗰行咧，係能夠突破自己啊！阿 Rock， 我都要讚你真係好。多謝肥媽，可怡老師。非常之享受你哋呢一個表演啊，個 balance 個平衡做得非常之好。唯一我覺得，因為個 chorus 重複4次，如果你嗰個 chorus 4次可以俾我聽到多少少明顯嘅分別嘅話，肯定再高分啲。多謝可怡老師，森美。哇！我好感動啊！我淨係覺得嚇，首先我想問，去到最後拖呢隻手係預先已經度咗㗎啦，啱啱加㗎，可能啱啱加嘅咧。我哋喺後台啱啱加嘅，啱啱加嘅。哇！其實我覺得真係做得好好。嗰個 moment 你一攞住嘅時候係啱啱情緒到，而我真係喺心裏邊諗，你嗰係 action 位嚟嗰幾句係個 action 位，bang bang bang 係一齊做。我在置身寂寞路途，在哪裏會有幸福？就見得到個情緒，用動作話俾你聽，你夾得好好啦。咁就係即係恭喜你哋。不過有少少險，我擘大咗個口，你知唔知啊？我 rap， 你嗰個險係咩咧？真係好多人想 rap 完好老土㗎。係啊，真係好容易好老土㗎。但係呢一啲都唔老土，好有型，俾啲掌聲佢。所以頭先阿媽講得好好，你能夠衝破到自己，你就加分㗎啦。就係我講個 star 嗰種星嘅味道，就係我要表演俾你睇，我就唔怕嗰樣嘢係咪老土啊，係咪極好，係咪做得到啊？而呢個表演嘅心我哋睇得到，所以我俾好高分。哇！大哥，恭喜子瑩，多謝 Rock，thank you， 好 ，thank you， 你哋可以去欣賞其他嘅參賽者演出 ，thank you。我哋去腳演一下先。森美大哥，因為我哋一定要宣佈埋，因為 bonus 2分嘅。咁啊，你覺得今日嘅 MVP 係邊一位咧？好掙扎有幾個，去到最後我揀一個係因為做到有 star 嘅感覺，夠膽做。我諗就算而家現役歌手都好驚做 rap 嘅。哦，恭喜晒陳志瑩。Yes。對唔住啊，好想喊。多謝森美大哥，多謝咁多位評審老師。今次我 rap 咧真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。同埋呢段日子真係唔容易，因為屋企人入院啦，成日都來來回回，有好多嘅時間都唔夠時間練習。同埋我想多謝我嘅 fans， 係啊，同埋網民朋友，因為好多網民朋友同埋同學仔咧，成日都話好想你攞 MVP 啊！咁今次我得咗啦，多謝。